阿彌陀佛，大家好。今日連央上師就同大家一齊嚟分享《蓮生活佛文集》第21冊靈魂的超覺嘅精選分享。今次講嘅係《蓮生活佛文集》第21冊靈魂嘅超覺之金剛王寶劍。請問金剛王菩薩係邊位大神嚟嘅？係佛嘅護法、大力鬼神定係大梵天神？其實都唔係，金剛王菩薩就係自己嘅第六識啫嘛。你可能會覺得好離奇，意識係最難搞清、最難擺脫嘅，咁又點會變成金剛王菩薩呢？其實因為意識本身冇乜善覺可言，佢本身就係咁樣。我哋打坐嗰陣，如果有幻覺、幻境出現，用大智慧去壓制住佢，再嘴度念南無金剛王菩薩，慢慢就可以將心魔化成天神，將色神變成自己嘅守護神。呢個唔係話可能定唔可能，而係你有冇修道、有冇功夫嘅問題。外國人研究靈魂會叫金剛王菩薩做守護天使，道教就叫佢做色神，我就叫佢金剛王菩薩。佢手上有把斬魔劍，好利嘅，一劈兩邊，唔係斬妖魔，就係斬翻自己嘅執念。我記得有次我坐喺山頂，望住東邊太陽升起，紅紅地好靚，嗰團陽光之中，有位金光閃閃嘅護法韋陀尊天菩薩由天上飛落嚟，喺我坐嘅山頭繞咗一圈，我都好自然咁向佢合掌行個禮。佢慢慢飛返上天，我見到個幕開心到不得了，非常激動，立刻狂奔落山。落到山下，見到我師父清真道長，佢嗰陣正喺度種菜，嘴仲唱住斬斷所見幻象，發狂唔使急，隨心轉萬象，金剛就係菩提。我忍唔住大叫：師父，我見到護法韋陀尊天菩薩啊！佢連頭都冇抬一下，就話唔出奇。我再話：師父，我見到金剛王菩薩，更加唔出奇。我有啲唔明，就問師父點解會唔出奇啊？師父話：你修禪就係入咗禪，到處都可以係金剛嚟㗎。你個心光如果開始發出嚟，就好似塊鏡咁清晰，上可以通天界，下可以到龍宮，所有障礙都可以清除，智慧都周遍。你見護法也好，見金剛也好，都係你意識變出嚟嘅無量化現，只係一種歡喜嘅示現。最緊要係乖乖地繼續用功，唔好自滿。記住，記住，我聽完真係慚愧到出晒冷汗，唔知點面對人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。以上內容都係截取自《蓮生活佛文集》嘅精選，希望大家可以喺網上留言分享你嘅感受。下集再見啦。